新竹的深山有一群热血青年，因当咧努力要甲教育送入偏乡。因为交通无方便，要甲学校读册，将做原乡的囡仔一个真大的难题。学龄前的囡仔，照护的资源更加欠缺，所以公益团体至善基金会打造全台湾第一台以行动幼稚园为概念的彩色的小巴士。一礼拜3天，载着教保员、佚佗物仔、甲绘本等等的资源，巡回伫新竹县的尖石甲五峰乡总共15个部落，希望原乡的囡仔嘛会当甲其他囡仔同款快乐学习。翠绿的山林中，一台色彩缤纷的小巴士伫山路顶面咧驶，有一个真水的名字叫做山中的精灵。每一礼拜拢伫新竹县尖石到五峰乡盘山过岭执行特别任务。东部落的小朋友，行动幼儿园来喽！在撒气的面店有活动哦，有准备小礼物哦。老大，李慧呢？来拿礼物，来拿礼物哦！原来这台是行动幼稚园，载着教区佚佗物仔甲礼物来到偏乡甲囡仔见面。这台车一个驶入到部落的巷仔，社工随奉送，就搁较侪囡仔做伙来参加。等你们来哦，行动幼儿园在这里，等你们一起来玩。嗨，小朋友好，老师好，小朋友好。囡仔等真久的彩绘车总算到位啊！车未曾停好势，就一群囡仔提早就位。无偌久呢，这台车伫店内面随变成小型的幼稚园。这里是新竹尖石乡的梅园部落行动幼儿园，每个月都会来到这里1到2次，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活动之一，因为有特别为他们准备的教玩具，还有节目。社工老师热情带动唱，甲囡仔做伙跳舞，比赛期间真亲近，看到小礼物，每一人目睭拢紧起来。山顶的精灵出现，和原乡的囡仔伫冷风中，依然感受到无比的温暖。最喜欢行动幼儿园的什么？玩具。那你嘞？玩具。玩具。我是2年级的。桌游。你喜欢桌游？桌游。老师有时候会叫我们做作品，然后会教我们上课唱歌之类的。是不是跟学校不太一样？对。那你喜欢吗？喜欢。我们的陪伴是希望孩子在中间是有快乐的学习经验。对，然后不要都是挫折的，因为我觉得有自信很重要，因为他在面临以后的一些挫折的时候，会能够有办法去调回来。对，就在前几年可以有开心长大的回忆，可以帮助他在未来可以再更开心几年。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啊，他赢的举手。车顶有丰富多元的教玩区，让囡仔真入迷。透过耍的过程，唔啊伫耍，嘛是伫学习。偏乡交通无方便，部落的囡仔要去读册无遐简单。学龄前2岁到6岁囡仔，时常因为无家长接送，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读小学了后，脱节的情形更较严重。2018年，至善基金会打造全台湾头一台行动幼稚园的巴士，载上教保员，也有各种教学的资源，主动将教育送入原住民的部落。像那种乐高啊，然后去启发他们的那个脑力，然后去像看拼图的话，然后可以去看拼图，然后去选我今天的就是在数量的部分，他们可以去学习这样子。部落的囡仔有更较侪资源，这老母嘛会使小休喘一下。较早无人到照顾，部落的妇女正带囡仔做伙上山，入去到鬼井园做甚。即卖有行动幼稚园，亲子之间加进一活动，也有欢乐。因为看他们在家里都没什么好玩的，就是在家也没什么可以好教的。就是行动车来以后，它上面的那些教玩具啊，就是可以教小孩子数学的逻辑，这种是我们家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这边玩得比较开心。
对爸爸来讲是很大的帮忙。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融入在其中玩，就是像我的孩子，他像比如说在家里很无聊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来这里会有其他的妈妈一起聊天，然后共同比如说家里教育孩子有问题一起解决。有3个囡仔亦涵大学幼保科毕业，而且找到伊的舞台。10年前，志贤基金会伫永隆部落开设尖石后山头一间幼儿照顾中心，训练部落妇女摕到专业的年保证照，陪伴学龄前的囡仔，会使顺利连接小学的教育。10年后，行动幼稚园行出教室，深入山区，我看嘛是这个部落妈妈的力量。山上的幼儿教育最大的挑战是它没有师资，缺乏合适的师资，变成一个一直不容易推动的问题。所以至善就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去培力当地的妇女，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来做幼儿教育。我们因为这个车开出来之后，妈妈们就坐在旁边聊天，那个被支持的画面就重新出现。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说，整个社群、整个部落的社群会不会因为我住这么偏远，然后我被忽略？我希望是有这个行动车搭那个安全网，然后妇女可以一起照顾这些孩子，然后恢复到过去传统的共同照顾，可是是用很多现代的方式。各位请看，这是什么？大象。对，它是一只大象。你们知道吗？被封为国民妈妈的艺人林美秀，亲身做一天的教保员，随着行动幼稚园的车入到部落，近几年嘛更加真实看到原乡囡仔的困境。原民的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是深藏不露的。所谓深藏不露，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他们不会说，他们到这边还是哈哈哈哈。可是真正的家里有事情吗？应该都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爱。我希望我们有的爱，然后偏乡的小朋友也可以得到这些爱。那其实小孩子其实都很会吸收，他们现在已经吸收到我们给他们的爱。我相信他们慢慢长大了之后，他们会把这个爱给各族的人。The car absolutely exceeded all my expectations. I was very pleased with the artwork, and yeah, it's been a 6 or 9 month process putting this in place, and it's great to have it finally finished and seeing the final product. 汇集各界爱心，经过3档正式上路的行动幼稚园，装满丰富的亲子玩具甲绘本，以每礼拜3天拜访2个所在方式，巡回伫新竹站、浙江5方每一个角落，范围遍布15个部落。每一年将有30个有年保资格部落妈妈守护着150位学龄前的原乡囡仔。除了人力资源，车身的设计嘛真特别。图内面包括着真侪原住民的传统元素，色彩的变化，然后再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的特色融入进去，像里面有一些动物的出现啊，还有族人，还有我们泰雅族的服饰的那个纹路，还有我们泰雅族的纹面，就是整个视觉意象把这个泰雅的所有元素加入进去，然后让我们的族人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的这个启发，对艺术的这个开启，这样子能够让他们在心里面产生这个艺术的养分。这样，我要请你们用母语问彼此叫什么名字。好，老师有方法。马，这什么？巴和拉，拉，这什么？鹿，我们只讲一个字，鹿。这什么？好。那上补给课嘛，训练囡仔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做出生活用具。这日刚行动幼稚园驶入海拔1400公尺的永乐部落，为老热的内湾入来路程超过50公里，加上山路真弯真歹驶，塞车超过2点钟。因为为了幼童教育加文化传承，各较远的路行动幼稚园拢会到。他跟老师学了更多人跟部落文化。你要照相吗，朋友？就是怎么样，就是利用大自然的东西去做那个想要怎么放东西的东西。会不会很期待车子来？会啊，觉得很好玩，是不是？以前都没有体验过。好了，记得。
透过行动式的这个教保的输出呢，就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受到这个照顾的服务跟覆盖。那当然，在教学的内容上，我们也有特别的针对，说怎么样透过结合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生活经验，去设计文化性的课程。我们就希望去实践联合国的这个发展目标里面最重要一个概念，叫做 Leave No One Behind， 一个孩子也不能少的精神，希望可以从这个计划得到实现。彩色的山中精灵伫新德县绿色山脉伫走，包括部落作为照顾的精神甲外界资源，大家共同变一个保护囡仔的梦。行动幼稚园和距离不再是偏向教育的障碍，更会为囡仔甲部落的妈妈带来欢乐甲希望。